台湾博物馆最近开始有8场做花美小吹自然上好的台语夏令营，来参加的这些学生囡仔呢，拢会变作是生态学家去观察生物，认识台湾的生物多样性，更加爱护台湾这片土地。囡仔抢要回答，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做花美小吹自然的上好的台语夏令营。老师讲，这摆主题是了解生物的多元性，希望囡仔用台语来认识这寡生物，也希望让囡仔知影台湾的生物是偌珍贵。透过20张的迄个生物的图卡佫包括讲，互囡仔去了解讲生物的伊的特性。吼，佫有咱头拄有看到迄个生存的环境，也佫有伊的迄个生物的行为，安尼规个拢是用100%的迄个台语来教学，希望讲囡仔会当上课以后会当来保护遮的生物，为伊的生活内底做起。学生对这摆学习的内容也感觉真深刻，甚至用学到的词，唔干那做句尔尔，有的佫会晓讲一段故事。你上喜欢倒一个动物？哪里的草坡顶悬乌一个空入去住着。我有看过一寡影片啊，以后伊就是哪里的空去互怪兽甲破坏去，结果哪里就去乌掉啊。囡仔倒一个部分你感觉上趣味？咱足趣味的。迄段时期，各地拢有营队用母语来认识台湾的生物，对囡仔来讲，哪算哪学，增加台语的能力，也通更较熟悉这片土地。记者柯家山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